政府拍拼推动能源转型，伫地方推广太阳能绿电。不过，依然有农民反映讲，政府伫咧推广进程拢无解说互清楚。即阵农民都因为农舍违规，这太阳能板无法度卖电卖了工。伫宜兰的田内最近因看到真侪农舍伫厝顶装太阳能板，这是为响应中政府自2025年恢复加园所推动的能源转型政策。啊，毋过农民怨言，伫响应中央政策做太阳能板了后，却因为农舍违规，免向台电申请卖电，真困扰。拢施设好啊，对哦，迄当初嘛拢恁准的，对哦，啊结果拢施设好啊，恁甲临时来话讲安尼袂使。有民代认为政府稳准农民伫设太阳能板进程都应该先反向沟通，较真好拄到多一款情形。加好的太阳能板免卖电，啊若无有的农民开几百万甚至贷款煞免卖电，安尼了后，什么人家响应政府政策？那我主张是认为两个单位当初必须要横向沟通之后，开会完之后必须要让农民知道这个讯息，说清楚。民众申请农舍设太阳能板，经过县府同意备案了后，就用找厂商来装，完成了，搁送县府审查摕到设备登记，就用向台电卖电。即马宜兰县有一条特件农舍，因为农舍违规，无法度摕到设备登记。农业部他们的看法是比较偏向于农地要农用，包括农舍的部分。县政府表示，根据能源局地质控制第二的函释，依照农地农用原则，农舍装太阳能发电设备应该是叫农用的事实，免影响农业使用。已经过函文中央，是毋是信赖保护甲重新重修这个原则，可以得到同意装太阳能板的民众摕到设备登记。农地违规的部分，会照都市计划法甲区域计划法立管，要求限期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